好多香港朋友都問我，而家入手珠海中山嘅樓究竟抵唔抵？今日同大家中立咁樣分析咧，唔吹亦都唔踩。首先，大家要分清楚自己買樓嘅用途。如果係打算 weekend 過嚟度假，又或者退休之後咧過嚟休養，預算唔高嘅話咧，珠海中山入門門檻低，單位又住得舒服，絕對係唔錯嘅選擇。但如果純粹想短炒搏樓價升幅咧，我勸大家一定要謹慎啊！現時嘅政策咧都係緊守住房住不炒嘅原則。講句真心話，炒樓本來就有風險，千祈唔好盲目跟風，一定要認真了解地段同埋周邊嘅規劃。無論係交通、生活配套、戶型格局，還係日後轉手嘅難易程度，我都會逐樣幫大家分析清楚。我從來都唔會黑 sell 任何樓盤，只會企喺你嘅角度幫你睇清利弊，避開各種陷阱。買樓係人生大事，唔使急於一時嘅，理性揀選先至唔會後悔。有睇樓揀樓嘅問題，隨時私信 Alex 傾偈啊！我係 Alex，一個敢講真話嘅地產博主啊！